133萬嘅，單價圍翻起係10300。Hello，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啊！我係琪琪。咁琪琪咧就應粉絲朋友嘅要求啦，咁就嚟到我哋泰豐木馬湖6期嚟拍一套二手上本嘅。OK， 咁呢一套則咧係講嘅係128方做到橫廳4房單位，而且可以望到我哋嘅一線湖景嘅喎。唔單止望到靚靚湖景啦，望到泳池嘅景觀視野相當正啊。OK， 咁呢套單位咧，目前業主咧係叫價係133萬嘅，單價圍翻起係10300。OK， 咁從門口同大家介紹翻先。嗱，咁因為咧我哋嘅粉絲朋友咧主要嘅一個要求啊，首先係獨門獨戶，咁我哋呢套單位咧係可以滿足到晒你噶啦。OK， 咁我哋嘅 lift 好係2部 lift。做到6戶嘅2梯6戶，咁其中咧另外有4個套咧都係我哋嘅109方嘅4房，咁目前咧現樓咧都有得賣緊嘅，但係咧呢個獨門獨戶嘅4房128方咧，我哋嘅一手好遺憾已經賣晒啦，所以冇辦法，我只可以咧幫佢揾二手嘅，而且係筍貨OK， 可以見到啦，咁你門口可以擺放你自己嘅鞋櫃啦、小朋友嘅滑板車啊、剩啊，擺喺呢個位置，互不干擾，就唔會話打攪到鄰居嘅咁入戶咧，同樣嘅，我哋嘅發展商嘅交標啦、指紋密碼鎖，其實我哋呢個現業主啊，其實買翻嚟都可以話係一日都未住過嘅，佢只不過用嚟擺下啲雜物咁我哋首先第一間房入到嚟就係佢擺放啲雜物啦。咁因為業主朋友咧佢係外省人啦，咁喺大亞灣呢度咧擁有2套單位，其中一套咧係裝修緊準備入住噶啦，所以呢一套咧係多出嚟就諗住係誠意出售嘅。OK， 咁之前買翻嚟嘅價錢咧，相信大家都知道啦，年幾之前嘅價錢梗係接近15000入手噶。咁嚟到呢個廚房位置啦，可以睇翻嗱點為止一日未住過咧？可以見到啊，呢個燃氣爐啊仲未開封啊，我哋嘅抽油煙機、燃氣爐包括我哋嘅消毒碗櫃，哇，全部係新淨嘅，連呢個合格證啊、合格書都未拆封啊，可以見到咁包括咧我哋呢個洗手盤啦，呢個預留咗雙開榮嘅雪櫃位啦，可以見到。嚟睇翻我哋嘅生活露台先，生活露台咧咁呢個位置可以擺放你嘅洗衣機啊，熱水爐都仲未有開通嘅，呢個天然氣可以見到，係咪真係全新啊？同你買一手咧係真係完全冇區別嘅。OK。咁呢個位置咧，你可以到時做翻個風箱褪出去又得，或者係留翻個生活露台又得咁我哋發展商嘅一個交標嘅玄關鞋櫃啦，可以坐喺呢一度換鞋啊，可以見到咁嚟到呢個位置咧，可以見到啦，超級大、超級靚嘅大橫廳啊！呢一個就係港人至愛啦咁呢一套單位咧，其實都係揾咗成2日先揾到出嚟嘅非常之 OK 啦，可以見到咁我哋嘅天花吊頂啊都係做好晒噶啦，地板嘅瓷磚啊全部鋪好晒嘅，係用呢個1.2米嘅長條嘅灰色瓷磚啦，就比較襟污糟啦。咁你到時個梳化位置擺喺中間呢度，你個電視櫃、茶几擺翻個100寸嘅大電視都係完全冇問題嘅。咁包括呢個位置咧，可以擺放你個超級大嘅圓台啦，可以滿足晒10個8個屋企人嚟10幾個 friend 咧，同時坐喺度食飯都冇問題。咁到時呢個位置咧，可以整翻個餐邊櫃到頂啦，咁樣嘅。睇翻我哋嘅陽台房先，成個陽台房咧打開咧，其實係做到南北通啊，非常之通風通爽。270度咁嘅觀景啊，望出去個景咧係相當開揚、相當靚仔嘅咁到時花翻幾千蚊做翻個風窗，呢間房可以整翻個定制櫃，擺翻個5尺床都係冇問題嘅。OK， 哇，今日啲風係有啲大啊。咁嚟翻咧，我哋嘅露台咁呢個露台可以見到啦，個長度啊都去到7米咁長噶啦，闊度咧都去到成1.7米噶啦。呢一個露台咧，你平時喺屋企可以踢足球都冇問題。夠晒闊
咁平時咧望出個景啊，我哋可以望到雙面嘅湖景，唔單止我哋嘅東南位呢個湖啦，包括我哋嘅西南位別墅區嗰邊嘅湖景啦，兩邊都可以望晒嘅，滿足晒你平時對湖景嘅一個慾望，係啦。再嚟到我哋嘅一個公區洗手間呢個位置先。嗱，間公區洗手間咧，佢唯一嘅缺點咧就冇做到乾濕分離，冇做過隔斷嚇，咁就需要自行做翻個隔斷嘅嚇。咁到時咧揾琪琪呢邊裝修咧，可以交翻俾我啦。我哋嘅裝修團隊有埋一條龍幫你免費 design 嘅。咁包括我哋呢間房嘅空間，到時可以訂製個5尺床個榻榻米啦，連接個飄窗嚇。咁呢間房咧雖然話係朝呢個東北向，但係望出去景觀視野咧都相當開揚嘅，可以見到嚇。OK。咁就嚟到我哋嘅最好嘅主人房啦。嗱，呢間主人房咧係唔單止擁有嘅獨立嘅一個衣帽間位置啊，可以見到。你如果話呢個位置再唔夠擺你個衣帽間、你嘅梳妝台，唔緊要嚇，前面呢度一排個都可以整埋嘅。成間房嘅面積咧係有成20個方啊，個主人房。咁平時我哋嘅業主朋友咧只不過而家睇緊隔離嗰套房裝修啊，咁呢度咧中午就喺度休息下1個鐘咁嘅時間，呢個臨時床嘅啫。但係咧成間屋咧都係可以話係冇通過燃氣啊嗰啲，冇煮過食嘅嚇。咁呢邊望出去同樣嘅，望到我哋嘅一個泳池景啦，同埋我哋嘅超級靚嘅一個湖景啊，可以見到。係啦，3面採光下成個主人房嚇，而且咧我哋有埋個套廁啊。主人房嘅套廁咧，都係可以做到一個智能馬桶嘅一個膠標啦，同埋一個雙面櫃嘅嚇，可以見到。嗱，咁成間屋咧可以見到都係我哋發展商嘅一個原交付標準嚇，未拆封過㗎啦，相當於係同新樓冇區別啦。咁現時咧，你如果買嘅話咧，我哋呢一套單位咧係去到今年嘅3月份咧就滿2年就可以免嗰個增值稅嘅嚇。如果大家睇啱嘅話唔緊要嚇，我哋咧可以業主呢一邊啦，可以幫你褪到去3月份先過戶，或者係幫你係各自出各自嘅稅費啦，呢個係冇問題嘅嚇。咁你如果話首期俾15% 啦，大約係20萬，月供咧係講嘅4000零蚊嘅啫，就可以輕輕鬆鬆攞低呢一套全新嘅4房1線湖景嘅一個單位啦。重點係獨門獨戶，咁一手係已經錯過冇買到唔緊要，二手揾琪琪可以照樣揾俾你嘅嚇。咁咧木馬湖大家都知道交通相當方便，我哋現時嘅一個愛新樓巴咧一日已經開通咗6班㗎啦，去聯同好愛6班，翻嚟6班 ，total 一日係有12班嘅，咁就非常之方便我哋港人朋友咧翻嚟惠州呢邊即係衣食住行啦，去我哋嘅萬達商場一個 shopping 啦，步行過去咧都係10分鐘之內嘅時間可以去到嘅。唔單止交通便利，我哋嘅一個商業配套亦都非常之 OK 啦，而且成個木馬湖嘅一個樓下嘅一個花園景色啦，亦都非常之靚仔啦，有湖景啦，有我哋嘅學校啦，兼且咧而家嘅物業費咧係降咗落嚟嘅，之前嘅3個月跟地物業咁而家咧只需要2個半，包晒公攤水電㗎啦。咁呢一個咧係非常之吸引我哋嘅港人朋友嘅。OK， 咁今期同大家介紹到呢一度啦。如果大家對呢一套單位有興趣，記得隨時熱線琪琪啊，WeChat 微信24小時在線，我哋就下期見啦，拜拜。